其实，大家爱听这条歌，并不是因为歌词内面的含义，而是伊迄种类似的指控和偷放种种拗韵的旋律，也佮有演唱的开口，互人感觉真斗胆。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伊无介当，伊是我的兄弟。吴念真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教证。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钦、曲家元演出；阿德、李丰静演出；行政张国伟演出；学长王家仁演出；营长林依婷演出；监察官林玉石演出；宪兵张国伟演出；连长关凯欣演出。这首歌当年抢在伫司令部的地汉内面放送。迄时阵，阮的部队派驻伫金门，做2档义务役的阿兵哥，无任何等于台湾休假的权利甲机会，所以变啊相处，也是女朋友无写批来时，总是有人会甲迄块录音带。设入去地汉内面唯一的录音机里，互伊一摆又搁一摆大声唱。Here baby, he's my brother. So on we go. 其实，大家爱听这条歌。并不是因为歌词内面的含义，而是伫迄种类似的指控和偷放种种拗韵的旋律，也佮有演唱的开口，互人感觉真斗胆。Baby, he's my brother. If 思念的确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拗韵，嘛会使讲是焦虑。
有一天，阮一阵行政事伫支付处咧等领钱的时阵，局长，等领钱哦。哦，辛苦辛苦。恁师的心情袂歹哦。啊无咧，你无看到伊家己制服顶面迄个国旗的布洛纸，人过半个月就要退伍啊！即马是红军呢，免讲心情嘛 ，spring young。干，有够新鲜，咱连破冬地也袂，毋知有法度冻到平安退伍无？啊，莫想遐济啦，总有一天咱乌军嘛会变红军啊！食薰啦！嘛是有影啦。人讲哦，戏白骹徛久人诶，总有一天等到你啊！加讲诶，阿太啊，要来一支无？唉，啊是安怎？恁七仔无写批互你哦？做想要对家己开一枪，防后送转去台湾。哦，这种代志你嘛想会出来？你受七仔受甲起笑啊！我是讲真诶，只要有机会会使含阮女朋友见面，揽一个，要安怎我拢甘愿。哇塞，规影是痴情男子。痴情，我看哦，根本是天下第一戆诶人啦！阿典时代转兵，江兵营的行政事，听讲当分发来时，阁互营长气嫌。恁兜住台北，报告营长，是莫怪肉食白。你这个型的，瘦阁薄板，是要安怎伫江兵营徛起啊？手伸出来我看卖咧。吼，你这根本就是蒙冷的手，哪有成江兵的手？刷，你留在名部做行政就好啦。阿德的女朋友毕业无偌久，就先出国去啊。两个人敢若靠久久一摆的航空批信联络。检测是因为批是对国外寄来，所以差不多每一张批拢会互证件单位拆开检查。果不其然，批写甲真准确、保守，迄种无咸无咸、白正无滋味的内容，根本就无才调偷放遐尼深重的思念。也是讲，小偷对男女欲望的期待。迄年寒人，江兵营当来赶石头挖一个墓坑，24小时3班制，无暝无日的挖。伫一个休假的下晡，阮营长甲师部的检察官伫外面的店仔做伙食饭。阿 Kim， 恁少年的会啉，今仔日休假无代志，陪检察官加啉一两杯啊。是，检察官，我敬你。来，做伙。给你。这种有食有啉的场合，营长通常拢会顺续叫我去斗阵食，听起来袂输营长特别照顾我。其实，伊是希望我早行政会去纳钱，这才是真正的目的。高粱的啊，也是着咱金门的较正港。本岛的啉着袂够气，规场好好。阿 Kim， 这种遮赞的酒，你转去台湾就无得啉咯，也毋紧加啉几杯。来，报告检察官，
迄天，高粱酒拢还未啉到平常时的量，宪兵雄雄出现伫门骹口。什么代志？崩坑出代志啊！出什么代志？崩坑无张伫爆炸，内面有12个人。宪兵甲检察官报告讲，当日时间的崩坑发生爆炸意外，连医官甲兵仔在内，总共12个人伫崩坑内面，互点毋着的报纸崩一个脆糊糊。当阮赶到位的时，第一批破碎的尸体拄好对崩坑内面互搬出来。现场明明有一群人咧撞来撞去，不过煞恬静无声。耳孔边敢若听到木满风伫冷风当中咧吹的声音。等下，规面红滚滚的检察官冲来砍背部的阿蒙土桶头前，雄雄一个手甲背部掀开。伫迄一幕呢，所有人拢硬去。迄个画面，美术电影的影像播到一半断电。窗仔内，人的身躯底甲甜甜，有看会出来的手，穿鞋仔的骹腿，互脑浆甲坚冻的火固咧头壳骨，嘛有夹伫军服内面看无啥会出来的肠仔，甲其他腹内的部位。检察官雄雄徛停停，举手行礼。我兄弟，是嘞，检察官无好好甲恁照顾，是嘞，是嘞啦。山倒来，我听到有人放大声哀，拍破现场的恬静，互人的心肝拢碎去。一个滑头看过去是阿德。伊含几排提工具准备要救援的工兵营的兵仔，徛伫较远的所在。伊用手按喙，规个人跪倒伫涂骹。是谁个好？是个好社会。刷落去，我看到互汗水、血水甲绿膏糜仔过甲规身躯的连长，伫队伍内面撞来撞去，一路撞一路骂。是谁个好？杀你尔！谁个好？兄弟拢平啊！你是个好社会，你是个好社会。落尾，我听到百几个查甫人豆豆一声煞一声，对挡袂牢细声哭到放声吼，吼甲烧声，到尾啊变吼袂出声。好啥？两米，两米，我都搞好，两米，我总好，两米。连长同款一直骂，哪杀哪拍遐个兵啊！好啥？两米，我都搞好，两米，我总好。但是过了某一日，阿德无张持出现伫地涵内面。阿钦，阿德，伊衫穿甲真笔直，目睭金死死，毋捌看过伊遐尼欢喜佮期待的表情。哦，你今仔日穿甲遐笑，要去倒？伊倚来我的耳孔边讲：我会使转去台湾啊。真正假的？是安怎？营长讲我生做较正样，嘛会较会晓讲话，派我送遐个人的骨头虎转去。敢若你一个人？ 12个人，我一个一个送。一个一个送，安尼毋着爱几落工？半个月公假，若准期袂拄好，
凡说伫台湾点过偌尾，即声你冇着啊！啊，恁女朋友敢会拼倒来？伊爱上课无法度啦。毋过上无我会当用国际电话，甲伊好好啊讲话啊。迄时，毋知是谁，伊阁甲迄块录音带塞入去录音机内面。阿德点点啊听，过一步久，才无甜无甜闹讲，真正袂当。12条人命加起来，哪像还阁无我要早转去的高粱酒甲贡糖的重。My brother. He's my brother. Câu 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林正安，图念陈伟汉。这篇文章描述伫前线金门驻防士官兵的艰难生活甲心境过程，特别是伫当时要未戒严、需要专职战备的情况之下，离乡背景的义务机弟兄的人性甲情感，对嘛捌伫金门驻防过我，读来加足有同感。西洋老歌 He ain't heavy, he is my brother， 正做当时士兵伫做兵时期的心灵寄托甲情感消透。也5念整的平仔伴阿克为着要见女朋友，甚至无少代价想要用自杀来换转来台湾的机会。佫较是展现出当时的思念心情，甲算板头过日子的无奈。一张军中意歌，历史书部中官失态来感觉袂得过，向过身的弟兄回失礼，嘛互日夜斗阵的战友承受着足大的精神压力。为连长话少咧乱讲的严厉责备，到士兵的凄惨口，拢显现出意歌的无情，甲人性的脆弱。阿克总算做到这件代志，
得到福送英灵转来台湾的机会。这个任务虽然予伊一达久仔的希望甲欢喜，但是伊嘛真清楚来体悟到这个生命重量。伊的话连接起头迄首西洋歌词，成作12条人命加起来，亲像拢无我要炸断去的高粱酒甲贡糖的重量，真实反映出伊内心的矛盾甲失落，互人感受到思念、痛苦甲无奈惨淡的复杂情感。那亲像我迄个年代，伫金门做兵，拢咧听的任贤齐唱的“我等的船还不来”，互人安怎袂去珍惜和平岁月，甲感谢这数代驻防前线官兵弟兄的付出的。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拖慢地。李随环，吴念真原作，罗江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钦、李丰静演出，阿忠、关凯音演出，营长林依婷演出，人事官林玉石演出，行政司张国伟、王家仁、曲家元演出，采买曲家元、王家仁演出，股长郑定营演出，女学生孙静书演出，司仪杨派玲演出。迄个兵啊，看起来斯文斯文，目神有淡薄仔哀伤，甲其他的新兵比起来，年岁哪像有较大，面嘛加一寡风霜。人事官，这个人恁研究一下，看互伊去倒位较好势。是。资料显示，这个叫做阿忠的回忆兵，伊有犯罪前科，因为刑期无超过4冬，所以爱倒来甲兵做伙头。是犯什么罪？强奸未遂。啊？强奸未遂？为什么未遂？既然是强奸，也有迄种强无成的哦。也是伤过头紧张，临时煞袂响哦。当我透过窗仔门咧看迄个回忆兵身影的时，办公室内面所有人拢已经烧钱咧问一寡无正经的问题。讨论了安怎？有结论啊未？报告营长，我建议甲伊派去厨房做火头军。林事官是预备军官，社会系毕业的，决定要甲迄个回忆的兵啊分发去厨房。派伊做火头军，安尼敢妥当？报告营长，你无看因这阵人，干那看到资料尔，就遮尔好骗。若是甲伊分发去连上，捌你所有的兵啊，拢轮流问伊为什么？你看早晚会出问题无？林事官有影英明，因为就算挑工甲派去人较少的厨房啊，毋过拄着啊，也是会突锤，
因为总是有轮值的菜马会问伊：阿中，借问一下哦，为什么会未遂啊？兄，是安怎会强无成？听讲伊拢是冷冷安尼应。因为哦，我看清楚了后，才知影伊是恁老母，生做歹姑姑，又搁臭公公。干，你在讲啥话？安怎袂爽气哦？恁老师咧！来啊！算来去当然毋是冤家，就是相拍。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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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是因为伊人几日啊，就会来找我办伙食费申请，也阁有库存报表的工课，所以渐渐后面较熟。有一天，哥哥，你只要有啥物册会当借我看无？你要看册？好啊。迄时阵，苏联的作家索忍尼辛拄啊摕到诺贝尔奖，桌仔顶几落本拢是伊的册。这几本拢是诺贝尔奖的得主索忍尼辛写的，有兴趣无？好啊，啊无你替我拣一本。安尼，这本是啥？古拉格群岛。对，这本是伊上新，嘛是上有名的册。安尼哦，好啦，我看煞再嫌你。慢慢啊看，无急啦。落来哦。免说你。其实真正毋是挑剔的，毋过枪拄枪，迄本册拄啊好是咧讲苏联集中营的故事，所以经过几礼拜，伊来行册的时阵，家家那像家教拢有淡薄仔像吼。哦，倒位像？犯人啊，地无爱啊。地无爱？啊，什么是地无爱？你毋知地无爱是啥？就是警察啦。我头一摆听到。哈，我嘛是互人关入去人仔内才知。甲伊正做较捌字的好朋友，算来去慢慢啊知影伊的故事。那就就是对我问伊，什么是地无爱开始的？阮老爸老母本正是伫菜市仔咧卖猪肉。我15岁读初中2年仔的寒人，伊甲人倒回了后，自然的失踪。过无偌久，互发现伫外地一间小旅社吊头自杀。啊，迄年吼，阮小妹才12岁，阁小6年啊。了后有几冬的时间。伊和小妹轮流去我阿叔、阿姑甲阿舅食青。阮小妹吼比较敏感，真容易直觉，也是讲误解人讲的话，也是所做的代志，是毋是有冷淡甲看轻的意思。所以几落摆，我拢因为小妹的代志，甲遐个亲情变面啊。高一迄年的休寒，有一暝，伊发现伊的姑丈竟然咧偷看因小妹洗身躯。你咧创啥？啊？你偷看阮小妹洗身躯？嘿啦！想袂到姑丈竟然见笑转上去。无啊，我互恁食，互恁大。过年了，搁来替恁交学费，看一个尔，是会了本票。你讲啥？干白目！哎呀，看啥小？看，救人哦！再看！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伊讲伊举本担，甲因姑丈讲甲送急诊。落尾，伊规气休学去做坤工，煞来去租一间细间房间，甲小妹斗阵单独生活。有当时啊，工课做甲真晚，
转来看到阮小妹留伫桌顶的饭菜，甲关心的字条啊，煞落翻身看伊伫眠床顶困甲足安心的形，我拢会足想要哭。我感觉伊就是我这世人的责任啊！任何人以后若甲对阮小妹无好，我一定要互死。啊，若讲到未遂这件代志，哈，真想起来，袂输咧迷茫咧。迄天是伊的生日，一堆人带伊去啉酒庆祝。骑车转来路认，伊小可茫茫，险险啊弄到一个女学生。嗨啊！伊讲奥多麦车顶照着迄个女学生的面，我看到伊迄款着惊，阁毋知影要安怎的表情，毋知为虾米，我就是足想要甲伊揽一下。算落去，伊真正走去甲揽。结局，阿中一个甲揽落去，迄个女学生就开始吼。伊一下吼，我雄雄感觉伊足像阮小妹以早互亲情骂的时阵，我自安尼嘛开始吼，煞落去伊就走啊，啊我还阁坐伫遐咧吼，吼甲连警察来啊，就毋知影要走。竟然有这款代志！你凡事毋信，警察甲其他的人嘛拢共款毋相信，毋过真正就是安尼。退伍以后，我和阿中陆续阁有咧联络。5六天后，伊放贴仔叫我去互请。迄时，伊是一间细间汽车保养厂的头家。小妹师专毕业，咧学校教册。阿 Kim， 阿中哦，恭喜恭喜！你有看到迄个目睭发甲肿的我的查某囡仔无？哦，有啊，迄啥人啊？迄就是阮小妹啦。就是恁小妹哦。你看，新郎结婚无哭，颠倒是伊咧哭。咱的新郎新娘准备好要出场啊！请现场的贵宾用上热情的捧声来甲因欢迎。当我看到新娘的时阵，我若像明白一寡代志啊。迄个新娘毋是干那生做新娘，坦白讲，根本就是和因小妹共一个模啊印出来。
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叶雅轩，图念李培温。当身躯边唯一一个会当相依为命的亲人，敢若剩伊时，伊对伊来讲，就属全世界。只知影爸母无伫的迄个时阵，伊亲像看到未来久长的日子，敢若会当寄托伫别人的所在。就伫迄个时阵，伊下定决心，不管未来有偌尼啊艰难，伊拢会尽伊一切的全力保护伊一世人，互伊会当安稳啊过日子。这个答应就亲像一道光，赶走伊心中的乌暗，照着伊前行的路。面对生活的挫折甲困难，伊时时刻刻提醒家己担着重要的责任。伊的笑容，伊的目屎，伊的一切，成了伊奋斗的动力。回想起迄风风摇摇的日子，失去爸母的打击，互伊一时陷入绝望。而且，伊的存在是为着互伊重新找到振作的力量。所以，甲家己讲，不管未来搁较安怎艰苦，伊拢一定爱坚强，因为伊毋但爱为家己活，搁更加爱为伊打起一片天。伊是伊生命中的一道光，是伊面对一切挑战的勇气。有当阵面对生活的压力，伊嘛会感受到无奈甲艰苦，但是只要看到伊亲像花开的笑容，甲充满希望的眼神，伊就会感受到一切的付出拢是有价值的。伊的快乐是伊上大的安慰，伊的幸福就是伊上大的成就。这种感情足深嘛足复杂的，好像已经超过兄妹之间的界线，出现了一寡无应该有的情绪，就是理理上，伊悠然稳从伊心肝当中除了家人以外的想法，所以从最后迄份足歹解释的爱甲感情，寄托伫另外一个查某人身上。每一个生命当中，拢有迄一个人，总会当伫人生的十字路口，引导你行向某一个方向。或许你毋捌感受到，但是你的行为煞已经泄露出你全心全意想到的，拢是伊的人影。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破万例。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甲伊做伙，เรา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站门口，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好，今仔日非常欢喜邀请两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咱的台语教室。第一位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静佑，静佑你好。台长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佑。
第二位是咱法律系林碧涵，碧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碧涵。好，今仔日伫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惠老师。好，大家好。好，感谢芳惠老师透过网络连线现场来甲咱指导哈。另外，还有两位台语老师提供翻译的参考，一位是咱台湾歌册协会前理事长萧定春老师，另外一位是咱台文家新闻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好，上来去就来进行咱今仔日第一个题目。可以和所有人心境共鸣的，并不是歌词的含义，而是他那近乎控诉、宣泄种种郁闷般的旋律和唱腔。可以和所有人心境共鸣的，并不是歌词的含义，而是他那近乎控诉、宣泄种种郁闷般的旋律和唱腔。好，这句较长淡薄啊，要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先头前就是当行全部的人心境，会当行所有的人心境有呼应的，毋是歌词的含义，是伊的是伊迄个差不多要甲人投伊的物质的旋律，甲伊的唱腔。好，真正无介好翻吼。安尼讲，敢好势？请洪伟老师甲咱指导。我这条是欢讲会当含所有的人有共鸣的，毋是歌词的含义，是伊迄款艺术控诉、发泄种种不足的旋律甲声哨。好，咱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吼。先来听吴希美老师。平时通互感受会到，毋是歌词的意思，是迄歌的 melody， 甲唱歌的时代里，在甲心肝内种种的忧郁，做一摆偷放出。好，希美老师翻了较完整哈。佮再来，萧定春老师的讲法。会使甲所有人心境共同反映的，毋是歌词的含义，是迄落我见小句，消透种种苦闷的旋律，甲歌唱的曲调。心境吼，迄个境的调的问题小可有偏去啦吼。你拄仔讲心境吼，是心境嘛吼。这个控诉，我是安怎会直接用控诉这个词吼，主要是其实这是日本时代日本人的这个好济汉语的词啦。也就是日本时代就开始有咧讲安尼吼，所以我感觉是会使就是直接控诉这个词会使用啦吼。唱腔我是感觉可能会当做较口语咧，就是变到莫直接用唱腔。就是讲这个词可能会当做较口语安尼。好，感谢洪伟老师的补充说明。所以去进行咱今日第二个题目。那种云淡风轻的内容，根本无法稀释重度的思念，或者消解情欲的饥渴吧。那种云淡风轻的内容，根本无法稀释重度的思念，或者消解情欲的饥渴吧。好，今日个题目拢比较困难哈。好。互恁上脑筋一个哈，1分钟的时间，请讨论。心事。我经过一下。迄种敢若无啥物重要的内容，根本无法度甲迄种有够深的思念，甲伊透互报，而且消解真有的欲望吧。好，同学的讲法敢好势哈，请洪伟老师甲咱指导一下。拄则碧涵所讲的，迄个头前迄个风轻，你敢若拄则是讲无啥重要，敢若你无啥要紧，无啥要紧哦。好，你倒是反正无啥要紧哦。我是感觉，当然这无标准答案啦。毋过我是感觉这个无啥要紧，
即个意思，那像可能会甲云淡风轻要表达的较无完全足麻啦，吼，嘿拄则我的老师嘛有讲着，嘛是讲着正，吼，嘿所以我是讲会当参考，就是讲有甲正即个字词放落安尼啦，吼，嘿再来迄个情欲，吼，迄个发音是欲，吼，情欲，其实这是较文言字啦。其实嘛是古早就有咧用吼，只是讲较文言，较毋是口语有咧讲，尤其是台湾人嘛真无惯势讨论即款议题，所以伊个会用煞心，主要就是讲，其实煞心即个词，教育部书店嘛有收吼，其实表达一种会使讲就是渴望迄个意思啦，所以我会用煞心即个词，互你参考。即句我是讲，即款白正的内容根本无法度甲高高的思念套报，也是降低对情欲的煞心啦哦。饥渴是大心啦哈。煞心煞心。好，咱来听讲迄李老师的翻译。两个人的情谊甲欲望是若海水遐深遐咸，迄杯内底的文字。煞正甲无滋无味，还有才调消透咧。好，下面老师是中心搁来甲规个句拢组合吼，搁来修老师。迄种寥寥水的内容，根本无法度甲相当的思念透互报，也是消透情欲的要喙打吧。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所以去第三个题目。第三个题目就较简单小看。现场分明人马奔窜，但却一片死寂。现场分明人马奔窜，但却一片死寂。好，请同学讨论。现场明明着人足济，人济济嘛，人马奔窜。现场明明着人济济撞来撞去，迄种闹热的形，毋过煞是一片的恬静。好，请洪伟老师记得来。这个有时吼，这种翻译我会感觉讲较无法度完全就确定意思，是因为毕竟干那即句吼，无头前后壁的这个接续的一寡描写的时阵吼，到底伊咧讲的是闹热，还是吵闹，还是凶狂，还是啥？就是讲有可能有几啊种状况啦，所以亲像这种句我无一定会当所谓讲真确定安怎翻较好啦，我目前翻的是讲现场明明是人马相共走动，毋过煞一片恬静，我目前是安尼翻。是，好，咱来听看卖吴希美老师。现场有人现着吵，大家煞拢定静甲。好，再来肖老师。现场明明人马着行逃走，毋过一片静悄悄。好，所以去这题真正就较简单，敢若4个字，大家真正听到问题安怎讲较好势，大家来听看卖啊。心术不正，心术不正。好，非常简单的4字，一句成语，请同学讨论。心术歪，先做名字，伤空伤胖。心思无正经，头壳内拢想一寡伤空伤胖，无想要做一寡正当的代志。好，请洪伟老师记得。亲像这款词句来讲吼，有时也是爱看讲，咱这个要翻译的状况是敢有这个时间加字数的限制啦。你若讲无时间字数限制，当然两位的翻译可能拢 OK 啦。但是呢，若假使比较有淡薄时间的限制的这个原则来讲，亲像我就用较短来讲，就是无正牌。意思是讲，其实拄两位讲的讲对，
啊，毋过就是爱看讲咱要使用的状况到底是伫什么款的，比如讲这是要做影片的啊，还是讲是迄个敢若安尼单纯讲尔可能无一定有时间限制就爱看啦那无时间限制，就是当地无差嘛若是有时间限制就是有相对有缩限咱的翻译的空间啦嘿。是好。所以洪伟老师讲无正派地当嘅表达。好，咱来听看龚惠美老师嘅翻译。歹心胸，臭心胸，歹心胸，臭心胸。好，顺利去是肖老师。存心不良。好，无啥共款的讲法，互咱空中好友甲同学做参考。所以去上尾一个题目。他和妹妹辗转在叔叔、姑姑以及舅舅家吃住。这轮流的变移行小妹轮流一个，一位大概一位。伊甲小妹伫阿姐、阿哥、有阿舅因兜，一位大过一位，甲因食甲大。请洪伟老师记得。我是感觉讲迄个食大其实就是生活啦，所以我是甲反讲。伊和小妹前后伫阿姐、阿哥、甲阿舅的厝生活，意思就是有伫无共时间伫无共诶亲情的厝嘛，我是安尼看啦，拄则碧涵所讲的迄个，甲伊食甲大，我想是可能若是要照你的意思，应该是讲甲遮的亲情做伙食甲大意思啦，所以遮应该是甲因。毋是甲因，是甲因食甲大嘿。甲吼，敢若咱即摆少年家即两个有当分袂清楚吼。做普遍，甚至有诶，毋是少年家嘛分无啥会清楚。这个爱注意一下。是，咱来听看龚惠美老师诶迄个翻译。伊甲因小妹四过去，买手留踮因亲情遐，甲因阿姐、阿哥、甲阿舅做伙大，做伙食。好，过来是肖老师。伊甲小妹换来换去，伫阿姐、阿哥、甲阿舅因兜食大。好，今仔日感谢洪伟老师现场甲咱指导，嘛感谢两位来挑战的同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演阿中的郭开欣。今仔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问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斗闹热，请上咱们K电台详细了解。过年了，搁爱替恁纳册费，看一下是安怎了本哦。因为他想要自然，所以就没有看到词了。看一个，没有他想要自然一点点的，就没有看。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配乐。
详细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还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春天》，欢迎准时收听。阿中，恭喜恭喜！欸，你有看到迄个？你的恭喜无够恭喜。写了本票，你讲啥？干！哎呦干！哎呦干！有人哦！有人哦！讲啥事？你无讲到感觉，你这样拍掉，我这样拍掉，啊你无拍感觉，爱拍嘅，叫人哦，叫人哦，你拍到声拢坏。欸，你创啥？太难凶了。无开始，你一开始无确定你咧头讲。OK，你创啥？你创啥？ OK。